继续来到高雄的沼情，透早5点外，警察咧巡逻的时阵，发现一台黑色的修理车弄红灯，就向前要甲砸落来。结果对方是油门催泪白咧浪，一路是危险驾驶，到最后去弄到路边的变电箱啊，害这个凤山甲沼情地区总共455户来停电。啊，互人想袂到的是，这个肇事的驾驶甲副驾驶拢也未成年，一个才15岁，一个才13岁，搁伫因的车顶超出毒品。警察对伫咧卡层尾违规车辆凶凶失控，家己去弄到变电箱。趴下，古伟，弄快！下车，弄快！趴着，还有几个人呐？好啊！古伟，趴下，趴着。警察落车，大声叫驾驶含身体配合调查。怎样找无路，查甫人乖乖听话。还有没有人？没有，几个？3个。3个错哎！黑色的旅行车弄破变电箱，车头密密麻麻变形，内底的零件看现现，驾驶敢若19岁，使处理人车。昨暝伫咧沼情建工路和球场路段时，弄红灯叫警察注意，想要到驾驶心虚逃走，沿路违规危险驾驶，落尾敢若是因为天暗嘛对路差无熟，家己去弄到路边施工的所在和台电电箱，警察过去调查时。伫咧车顶嘛，吹到毒品。他这样撞下去，目前这个是要整个都要换掉。因为变电箱扣弄，包括沼情区本馆路、球场路、凤山区青年路二段、冰山街一带拢停电，拢总455户停电。经过修理，伫咧透早5点外复电，台电后续会向营求偿。只是未成年洗车，毋若技术零检，佮家己去弄到电箱造成停电，因佮藏毒品。驾驶和副驾驶认为未成年少年仔和差不多20岁生气，3个人拢扣抓起来。原警于车内查获多项违禁品，原警依现行犯逮捕3名男子。无驾照驾驶、危险驾驶、拒绝零检逃走、无依照交通号志伫咧驶车，佮弄红灯，等等真侪项交通违规，相关扣罚12万6，车顶全部的人嘛拢会受到处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